走到一个时阵较放，我是讲往一个山崩，所以山脚人拢做咧走出来，所以迄个时阵，迄个山脚人拢总无受害，所以咱伊迄人看到迄个上了后，迄个山崩了后，人无受到去伤害人着，但是迄个这王老师把迄个新郎放，迄人看到迄个情景，人讲活佛。哦，所以活佛，佮把因为伊甲伊新娘掠走了后，伊就救所有的人，啊，所以伊现的相就是安尼。哦，所以虽然虽相离现，所以为化众生，啊，而来实现着伊啊不动伊的相，所以随离现身去度化一切众生，所以叫做稀有之法。所以这句哦，千处祈求啊，千处应，较早伫咱佛教上有一句千处祈求千处应，所以合足来讲起来，或者发心，或者报心，或者应化心，拢统统是圆满佛教。这圆满佛教叫做成就了最上第一稀有之法。所以虽然成就呢，就是尽能受持读诵金刚经这个人，但会当去成就。有可袂有无？离佛金刚经就讲啊，什么人的成就呢？就是讲你会当去尽能受持读诵金刚经这人，那安尼讲伊这个，随时伊安尼甲你解说，佛袂骗的。啊，咱来当对这部经典，就来用一寡心，刻入咱三宝生活。随时这部经典只是目前中是佛教上的一部经典，但是咱今日一贯的例子，咱毋讲，哦，咱今日咱拢上佛教经典。咱伫迄个德宗记有一句话讲，哦，咱有德宗记有讲，禅师五教圣人经典是奥词，禅那，禅师，禅花哈，禅花五教圣人是奥词，啊，那德宗记甲咱讲的，咱要先发，咱禅花。五教圣人，我讲圣人二记，啊，这不是叫做我讲圣人二记吗？哦，啊，这不是叫做我讲圣人二记，啊，我讲圣人二记就是咱的三宝生法嘛。啊，这三宝生法，伊就该夹入进内底，咱会当真正去对这部经典嘅研究，去入咱三宝生活，会当发到咱清净的清净的发心田观，圆满报心就是咱的口法。千百万化身都是咱净法，所以伫这个当中啦，吼，这个人当造成就，所以伫来做单经，咱我去来做单经，有一道的含咱大家做一个参考啦，吼。讲显地心，无法界佛面，最尊最上最第，无诸无妄有如来，三界诸佛将中出，就是佛理金刚经。第八分甲你讲，一切诸佛及诸佛，安尼得三菩提，该将出经出，安有相像无？拢总是相像啦，吼，对照拢总是相像吼。所以无恶就是非常的大，叫做出色；法界就叫做哪？智慧，不灭就是叫做顶上彼岸。三界诸佛拢无离开着这个无法界无灭，这是叫做最尊、最上、最第一。所以伫这当中，最尊、最上、最第一。金刚经，伊咧讲最上，就做大经讲叫做最尊，是清净法身。金刚经讲第一，就是如大经讲最上，如圆满报身。金刚经讲稀有之法，如大经讲最第一应化身。安看有无？对照起来，咱就看有啦吼。若是经典所的基础，即为有分若尊重地主。哦，这段话呢，就甲你讲。这段话已经附足着清净法身、圆满报身、千百万化身。这段已经附足着这物件现观、考掘、甲合动。若是经典基础，若是这个地方有金刚经，这个所在基础，不管你对一个地方，不管你对一个佛经，讲等，凡是有效的金刚经，地方拢应该会恭敬供养。这个恭敬的意思，毋是惊带遐甲拜，
毋是安尼，因为咱今日若讲恭敬供养，咱而且拜这部金刚经，伊永远袂开顶。恭敬供养的意思，就是你对这部金刚经一定爱去甲爱，爱去甲了解，爱去甲深入。那安尼当中你无甲爱，你惊带你甲拜，那安尼当中就参照你咧拜一个插头烧香。所以呢，你拜部金刚经，迄部金刚经会当互你有地位无？无可能嘛吼。所以若是经典之处，即个有佛。所以伫这当中呢，佛是对人物件，佛是你自性佛的物件。所以你圣人先佛开悟所记录落来这本书叫做经典，可以互大家开悟明心见性的书本。为什么呢？因为经典所在之处，则有三宝所在之处。三宝所在之处，三宝所在之处啦吼。咱会知影，经典就是法宝，即是有佛。怎样？即个讲呢？因为经典传达佛法。法是佛的慧命法身，佛为佛经口所宣言讲经典，这就是佛在方面为你说法。这部经典是佛讲出来，但是你研究着迄部经典，就产生佛咧甲你教，安尼叫做哪？叫做佛咧传达着伊的生活互你，叫做哪？叫做慧命法身。所以呢，就等于佛在你面前为你说法。这条的因此经典就是咧讲法的下令，所以佛教上讲下令，观自在菩萨行心法界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解脱。下令主要是空相。迄个下令主，毋是咱即目前中伫佛教上，我若小咧拢有几粒的什么下令。迄种是一个相，较早有人讲，迄种是结晶的吼，但是有影结晶无结晶，咱我就无了解。所以呢，因为迄个拢总是一个相，所以咱要知影，迄个下理佛、下理主、下理佛，就是咧讲咱的自性清净迄个物件。等于佛理当然说法，因此经典就是佛的下理所以即有所佛，就是佛伫你的面头前，甲你。伊讲的这部经典，就是佛讲互你听。你摕这部经典，就是参照佛伫你的头前，如同佛宝一样。若尊重地主，若是祖，甲解释个吉义。尊重地主的意思，即是可尊可重的地主，一切显性，经也是叫做净宝。若安尼拄则讲佛宝，来呢？佛宝来叫做净宝，佛宝就是啥物啊？佛讲经互你听，法宝就是这部经典就是佛所讲的法，叫做法宝。净宝就是咧讲啦，一切佛的地主叫做净宝，安尼叫做佛法经二经内底，所有经典之处，即位有佛若尊重者，所有经典之处，这部经典就是。佛所讲的一定有佛佛因为伊内底当中，佛讲出来叫做哪？叫做法。佛讲互你听，伊讲的听，讲的就是叫做法。尊重地主叫做哪？经叫做佛法经。就咱老拄则讲，天官考决合同，这个所在咱老就做出来吼。可尊可重地主只是一切现象，叫做净佛一切现象，叫做。身宝、佛宝、法宝、身宝，叫做三宝因此当中，金刚经所在之处，见有三宝符咒，可以知影处处的殊胜。若是经典所在之处，叫法宝，即是即为有佛，佛宝若尊重地主，叫做法宝，佛宝，净宝，有所以法宝就是咱道场咧讲口诀就是传授生法，互咱传授生法，就是佛所传互伊的地主一种伊的秘传。所以咱六祖大经讲，六祖大师讲，法即以心传心，该令自我自觉，自古有慧传本体，事事明本心。所以遮咱讲啦在道场口诀。
叫做灭法。我用嘴讲，你用心记起，慢慢叫我念不出声。哦，因为口法就是传达不义的法嘛。哦，因为伊直接契入本宗，契入咱的本宗啦吼。本宗就是咱人本性良心，本宗触动了我们地位清净，就会启发我们的智慧起来。哦，我们袂再黑暗无明，我们就不再得轮的众生，我们就当下解脱，我们就进到无为涅槃。无为涅槃就是圆寂光明，也就是到寂灭为乐无生这么的无生，这样就是佛。所以而且咱人讲，不离金刚经所上的若是经典，若是经典所在之处就有佛，若是经典若尊重地主，咱就两个合同。好，佛教上叫做全部，既然是佛的地主，就爱有佛的精神，佛的慈悲有佛这个为化众生，就是如文言，爱有什么呀？爱有人文自如，就是遮罩无二。好，什么叫做遮？遮就是定，罩就是动。哦，遮就是定，罩就是什么光？哦，就是光，就是智慧。哦，这个遮罩无二。在佛教中叫寂灭为乐，寂灭遮叫做灭，照这寂叫做代表光明的意思，叫寂灭为乐，所以佛教上是这样讲所以合同就是合义，依天地合义定，依业物合义明，依事实合义事，依鬼神合义吉祥，这个叫什么？这个合同。所以其实这段话虽是因为底无几句话，但是伊基本上内底下了什么件？现观、口法、合同，清净法身、圆满报身、千百万化身，成就第一稀有之法。若是经典所在之处，就有佛若尊重地主。佛经典所讲的。法内底这部经典就是佛的写的，这部经典就佛亲自来讲的，叫做法。所谓地主叫做什么名？叫做称尊重地主。所以呢，伊哋这部经典足直接来讲，这段足直接来讲叫做佛法经，叫做圆满报身，清净法身、圆满报身，千百万个法身。那安尼当中呢，伊头前即句话就咧甲你讲，上人尊重真高佛，咱敢会使无尊重？咱绝对会使无尊重一下因为已经时间已经超过10分钟去，虽然互我本来是9点半，就要甲做个结束，但是因为当中要拖去10分钟，剩余10分钟的内底当中，咱各位大家分享咱各位大家心得，好来。今仔对什么人要先来分享？来举手，看要去听个，这分先来，我紧。检察署检察署主笔各位真诶，大家主笔，互我学习一下因为咧讲个3000大千世界伊话讲法是讲一个太阳系，一个小小的世界所以讲迄宝若太阳系是比地球遐济足济，太阳系水金地火小行星群嘛木土天海冥王星各有一个隐形的看不见的星10颗嘞所以讲了这个小小的世界是这个太阳系咱一般讲地球是讲较容易了解其实是水星、金星、木星迄种是的，水金地火小行星群嘛木土天海冥王星各一个隐形的较济，所以一